后来乡亲已经确定了，原本2月26到3月初7，要伫新竹市来举办的台湾灯会，即摆确定要停办了。后来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，这个校园内竟然用公审的方式来处罚着学生。人本基金会出面来压料，讲高雄市的中山国中，去年12月初，甲随地弹粪扫的几内学生来罚站。 刷落来，佮甲即几个学生乱弹粪扫的监视器的画面，甲加做影片配角，佮来注明学生的班级甲姓名。下课时间，都伫学校的中央走廊的大荧幕中幅一直来播送，竟然是用这款的方式来糟蹋着犯错的学生。学校出面承认疏失，讲会处罚着失职的教职员。 教育局嘛指示学校要针对相关的学生启动辅导的机制。传灯的大荧幕直直放魔性歌曲《大笑之歌》，详细一看，画面毋是歌曲的 MV， 是几啊位学生伫摒扫区乌白弹粪扫的画面，边啊搁写学生的名和读倒一班。人本基金会讲，电视当中的影片是高雄中山国中家己剪辑的，要用公审的方式来侮辱学生。 几位同学丢垃圾，然后学校的老师呢就把这个过程拍成影片，并且剪辑下来。那在穿堂上搭配那个哈哈歌哈，在穿堂上播放。我们认为这个是公然羞辱孩子的方式，是非常反教育的方式，非常落伍的方式哈。那学校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 人本基金会指出，学校已经罚乌白弹粪扫的学生，不过，伫大家面头前放剪辑了的影片，用更加严厉的方式要公审。校方讲，确实有过失。学校的合作社其实是孩子很喜欢去的地方，那长期会有垃圾这样问题。那经过几次的公开的劝告不听，那当天呢，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。 监视器的方式找出孩子，然后想要跟他当面的告诫。那当然，这样的方式的确有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校方表示，会来罚做出无适当行为的教职员。教育局嘛要求学校必须针对学生启动辅导机制。